家好，我是伍思爱。今天拍什么呢？那就是金曲奖。今年是金曲33，也是我33岁。这一路来真的，这2天还是会有一种鸡皮疙瘩跟不可思议。然后第一次可以踏入这个圣殿，也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有一种梦寐以求，但是也是一种想都没有想过，很想，但是你知道就有点害怕。预祝顺利追金喽！谢谢。我们来了，金曲33，今天很开心，而且我刚刚走完红毯，我觉得我们要走了，等等见。来，可不可以跟妈妈一起唱歌？可以。我马达诺瓦，马达瓦的瓦，我把你的好的路上有出现啦。我马达诺瓦，马达瓦的瓦，我把你的好的。我女儿先做好了一个给我，你看她的伞伞，她的伞伞颠倒了。她拿给我的时候还说：“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伞伞我写错了。”我写反面哦。金曲33到，这样才是对的。手上呢是我的得奖感言，海啸预备一下吧。其实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真的已经充满感谢了。从入围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手抖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就是还是会觉得很感谢评审啊、金曲奖还有文化部委员会的看见跟支持，所以今天就是跟团队今天一起走到这里。歌手奖，有腮红爱，陈建宁，宿命如璧，神反真，伍思爱。得奖的是简彦春。即使不能解其语言，也能透过音乐感动人心的歌声。歌者本身就是文化。要最后一个 happy ending。好啊，我等一下，我的手到底要怎么手呢？我帮你拿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伍思爱。今天很开心参加金曲33，虽然呢没有得奖，但是入围就是肯定。然后我真的非常开心，今天能够踏进这个殿堂。那因为呢，我的女儿呢，她在前几天的时候，她就送了我一个奖杯，金曲33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已经拿到了奖了。那我要来发表我的得奖感言喽。法基法伊塞里嘎嘎诺摩瓜马布隆爱吼，大家好，我是伍思爱。今天我真的很感动，没有啦，我真的不是要这样讲。感谢主，感谢评审，感谢金曲奖，感谢文化部以及原民会。30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在部落的蓝色货车上爱唱歌的女孩，直到我确定第1张专辑一定要用母语创作。哇，怎么很想哭的感觉？所以呢，很谢谢大家的看见，这不单单是鼓励着我，更鼓励着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人。感谢我成长的地方带给我的力量，花莲光复的答案、塞德富、基隆的李浩、山美，还有在天上的干妈、屏东百湾的孔美兰女士，谢谢这片土地给我的力量。这些年呢，也是要非常谢谢我成长的第2个家，合作过的所有的剧团、导演，谢谢你们让我成长，也谢谢我参与《那棵桃树上女孩》专辑的制作团队以及拍摄团队。最后呢，我要谢谢我贴身的所有工作伙伴，也谢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，特别是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，成为我最大的后盾。谢谢我的女儿，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然后谢谢我伟大的老公，没有你，今天没有
办法坐在这里讲话。想要感谢的人很多，我想说的是，今天能够与这么多位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入围是我的荣幸。音乐无关语言、族群，而是一趟寻找与承载使命的过程。它是如此美好，并且影响了大家的生命。祝福大家像那葡萄树上的女孩，继续延伸更多的枝子，结出更多的果实。感谢缘分让我今天相聚在这里，也谢谢所有的养分引我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会继续加油，也请大家继续看我。尤其是7月30号呢，我有首场的演唱会。我是伍思爱，感谢在天上的父，阿赖，谢谢你们。